往西加百岁人啊，退休才吃不龙车吧？阿都晓得那是高个为了的啦，如果去拉拉两斤耳光50两银子，抓到枪子不走身来就到大自动了，接着。回到地堂里，到路浪向看见大娘娘说：“来哈啊，帮助你那个10句话要托梦，水龙活跳了浪出击缩分。”回到张房间里面，手部滴滴答答一手嘛，哈，那是一下就喷不着去，那了，身识3把铜钿，马鸡这才顶不忘记，肉痛啊，铜钿3把得来，嘿嘿，3把铜钿。不晓得李下来，你老姑马上轿子红伞周子锅爬到地堂里开台铺，一发发他3番，你打不够这个。此地个河畔里个往事想想一呀，弄得一样不这个，收了个地牢，哎，死西呀！死西带来我的哪有看见毒药，这么眼睛带理想呀？你要哪了？谁是你啊？给我个别高兴人，别高兴人，弄得一样不这个。你哪还管我呢？我来分跟你讲一样。别告诉人看到地上不能动，一棒啊！别听，你不管搿只水肥，我看来孙出的母晓得，一抽半子晓得。公的牛呀！我们爱，熬不是呀！女的哪女，女的哪女？你那么就是切不淑粉啊！头门菜市馆里向，鸡嘴鸡菜里向把淑粉个意思。那么来。嗦啰啰，师傅们来得个啥？哎呀，根本你硬都都不服说的呀！哎呀，我也不说的了，没先生。那么阿都听见嗦啰啰么里门的。哎，那你老婆阿真是不认识呀？你们哪年来？那假使不认识们来，不要搿种体统走出来。50两银子买过来不对嘛？俺家本来100两自家弟兄好商量的。非常当，你老屁来。俺家上当着呀，当子里讲到发愁现在。那么我家生气了，我家说不认识呀，没办法，这个让都摆个高兴呢。那不也没说话，顶顶这个50两银子你按我了。你拉2斤耳光，我家娘里靠吧。家他银子要抢了，顶要抢啊！这个银子性命啊！就是讲，李定起来抢过去啊！我家死也不放，不能放过。哪晓得你那哈？那叫心肠很多。哪来？脑子过来下边看我，一看我血来熬出来。哎呦！俺家一通没放心了，50两银子不里抢得起，抢出去的，抢出去的。哎呀，东高弄得一大这狗子喂！哎，是呀。那还想得到这样的出去呀？我想不得弄得这样这狗哎！我个想让标语哟。人也想拿去不费智慧神，我恨狗狗太狠心。好几个还是不用心，将我痛打到一把为了抢去分人是没良心。真吝啬偷来的来兮呀，神！东把水做走不够，既不想起到大火一日生，他
哈我不的弟兄亲，哎，人子们讲得起，谁那么熬得学出来？哎呀，死死呀！我倒觉得没办法人。时间啊，谁中水尽风浪去？为日待我，一时两在10年年纪轻了。你还领队动人去美，神呀那个西太子，你呀，你不能死给，你呀，这边的还一个人，还是不我发下去的呀。说起说我不去呀，我不去，还要想办法我。你呀，你不要出的，哎，出东山里去北去。求啊求得发了打开了一个地步了，为了杨梅吐起了报水，要么是到应该去了报水的。东港那边这个讲一个人呢，我说不得这个，嘿，你呀，将我妹妹还有飞身也，西太子困了，不在里飞身的。哎呀，东港。你就是真的也是一个手吗？那好，这个我心有，与你东归去行，北部你东君。什么呢？呀，你就是被也是人多到那一个是。是呀，你不能跟那年纪轻的了，你好去领队别去那是。我这你哪不高兴跟我不录的那一段不能是的。塞起来2根来菜灯，大好2个人去，东哥，来，喏，这个人去那个，那个人去那个，来了上去。人多了1到5岁，新西了我要拼双档了，要上5岁了，呀，你不能死的。我不能记得是哪的。嘿，真的让生死归队。马队来了，50个家将，红不真是差得来，性格个王大娘，饺子红色，省里向甚至11天分身上。那么有些人呢，有一个白鹿呢，你说王新我晓得个，大概来了神啊支家庄个大一头，那么蛮好脱那里500栋地1日天有1日收1日，实按了忙中神啊来，一到此地支家庄一口嘛还有，小小悄悄等等样样的人家人不一家，我这个
怎么样？真倒霉啊！就是啊，跟这个老一个老一位找不到，找来找去找不到，怎么办呢？再找3天找不到，回北京去。好吧。哎，不要跟官了。对。来问个信吧。怎么问啊？哎，大师，哎，有人吗？有人没有？哎，有人吗？有人没有？哎呀，呀， 30年来讨银子的噻。那个人光拿来太少个头面银子的。年纪大里多写上经商经事，俺家为父记在何事啊？包要哎！你让那边去啊，我来去看看看。大里多客气的。现的。慈禧过来铺门里一脸打出来一口。哦，大师，你是高花子吗？来看个种强的，不是结婚怎么是说呢？高花子，就是啊。我来问个信。怎么了？我来问个信。你来问信啊？嗯。慈禧大有点少气个，代理妈妈你打开得来问信嘛，王大少天，总归进西路要西菜还不破菜。哦，你打开得来问信。是啊。你来问信嘛来拒绝我，不是我来问你太动的，问信嘛客气点呢。王大，你是啥个名字？你得出那个美的。哎，我倒是退个呀！你不是问我太多，我请教你呀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你晓得不晓得？问晓得。这里有个王公关有没有啊？哼，这样都是把他给他来问公公，你都要问公公这样问问喏。到城里，官员高、大员高、市员高，去一门没就是我。城里我们招过了，实在招不到啊。城里唔把。他们是这个王公关在这个地方。我里都讲了给他。这里是不是茶门外？支嘎庄，哎，对不对？对的。是在这个地方，有没有啊？哼，公公是唔不给。啊。你们这个公公家门你们啥人了？这个姓王的王老爷。姓王的王来。不是王，黄是旁边加山的水。哦，王字旁边加山顶山。啊，不是，1点、2点、3点叫山的水。那么这个是汪。啊，你们叫汪，哎，啊，我们北方汪差不多的。那差不多就太过远了黑了我。有没有啊？你晓得不晓得？不汪公公。你晓得了，你领我们去，你有好处啊。我有好处的。哎，对啊。哦，那么这样要。哎。公公是不。嗯。那么我再问问你看。哎。你这个公公下面个往来要去做啥了？你看了，叫自红色，请他上任做官了。我请你做官。嗯。来要唔不？哎，找不到。想不了，人比人气死人。别人搞到来这个王来要做官来看你里下一个姓王的，你个东高姓王要上到城西路。哎呀。嗯。那么姓来要吗？这个来要，我俩罗大个来。他是非洲人。非洲人啊？不是这儿苏州。根本都到非洲去寻。哎呀，你晓得什么？他从小就到这儿苏州来的。哦。哎。做啥个生意的家？做什么生意的？哎。我讲得清楚一点啊！哎、你晓得，你领我们去啊？晓得在。这个王老爷他是开当铺的。开当地的？不是，当铺。当铺哦，地当。哎，我们叫当铺，你们叫地当。哦哟，说啊说不清爽噻。嗯。哎呦，姓王，徽州人，开地当。哦，你个东高么士官？这浪子半年来寻你东高家。哦，哪大也问问清爽噻。娘呀。嗯。那么开地当门多少了？不到地当里去问问看了。哎呀，高花子，你晓得什么？这个王老爷警方不灵了。哦，警方。他这个当铺老早就烧掉了。说什么呢？烧掉了。那个地当烧掉了。哎。哦哟，现在，你东高的地当是烧脱的。再来问问看。晓得不晓得？哎呀，你到底晓得不晓得？那我听到狗先生讲嘛，不无难说呢。哎。稍微有一点点。什么？疙瘩在。有点点什么？有一点点疙瘩在。有点点骨架？什么骨架？疙瘩。什么骨架？哎呀，我要骨架，谁是猪的脸？啊，有的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们叫骨架。哎呀，这边说在，我有点点晓得噻。啊，有的晓得了，那好极了。他们能这样。嗯。那么离开地当烧脱，哎，这个王来要介绍个名字讲。
你问得这样仔细干什么？问得清爽点嘛，我就是晓得没帮他干什么呢。对，要紧的。那你听好了啊。哎，这个王老爷他单名一个栓氏。哦，单名个修的一个修。不是的，栓罩的栓，有一个宝盖头的。是呀。哎。哇塞。哦哟，开心，这都是你懂搞啊？哈哈，奇怪的来噻，你懂搞拿我到叶家里去做官呢？你多少事体哇？发，慢慢清爽。搞啥子？哎，你晓得不晓得？没别去过来。我多讲给你听了。哎，我再问你一句话。为什么？搿么搿往来要么地当晓得在今后么不好在，那到时候事情会得着结果来着呢？他朋友交得好啊。朋友搿搭。一个人朋友要紧啊。搿搭少个朋友讲。这朋友了不起不得了。啥人？也是你们苏州人。他是苏州人。对。现在做官了。哦，做官的。不得了。他姓钱。姓钱。对。叫啥个名字啊？钱大人。大人这个名字不对了，我那名字不告诉我嘛，没办法。大话子我不能告诉你的。啥地方能讲？钱大人他身份高，官做得大。咱们家讲不能叫他的名字，所以叫他大人。根本没办法个喏，你名字不说出来嘛，这往来要我话不能讲不来听，我话寻不着开。非要讲出名字来，那么我听得仔细嘛，还临来气行。道理也有道理。好，我再讲给你听啊！你轻点啊！不能哇啦哇啦讲的啊！什么只有用？作为钱大人，他的名字叫啥？叫钱志济。叫钱志济。钱都在。王八的，什么都是写都着，陪你叫的。怎么名字都在不到？好了，都在哇！不许讲。当今万岁爷叫他老先生，你什么东西写都着。又不能听。你在这儿叫还不要紧，在北京叫马上就开脑袋。开脑袋我不能讲，我们谁家里谁多年了？钱大人。谁多年来讲？这个钱大人是你们苏州人啊？对关。苏州是不是半年不下雨了？对关。他的这个叫什么圆面馆？有面。这个把雨就下来了。就下来。他功劳大了。功劳大。马上进京见驾。进京见驾，我要插他一个背。你搞什么？搞得了啥的？见驾就是见万岁爷。你自个跟我亲上娘是吧？见皇帝爸爸。他初上金殿，就摆到一个奸相叫祭灯，非带个不能登。什么不能登？喜灯。结果你我说不清楚的。那功劳大啦！当今万岁爷就封他为护国军师。封你这后头军师。不，护国军师。那我搿点晓得该后头军师们那谁到皇帝下台该一日不杀皇帝，一日不吃，俺拉全兵刀。搞得了，要搞杀他了。没收起呢，有点还没收起呢。那么他的功劳大啦，做了军师啦，他就想到这位王老爷。他们有身教的。所以保这位王老爷出自王家。半里出去做官，半到老大做官。到河南。做啥官？通判。做东坡。通判。别去鼓励呀，东坡我晓得个，挑死个东的人是谁鼓励？我想搞我出外口但是来哈，我还吃不消。好，这等。干嘛子？你晓得不晓得？我都讲了。仔细开心了，心里带里毛毛，晓得了不晓得？谁是你个东家？那是反西仔，叫你小不死，做官子，谁都叫到了，真干。晓得不晓得？三干锅子上，三干火子多。将来我跟着你东家出去上任，立正官，我就是你他哟。我就别看我不去干，干嘛呢？从该人光一路踢，躺平里头。不得面对不得都口口，思想年纪小了呀，一点三头力气呀。头浪向该来五个喷太气，心浪向和路上爷爷兄一听，晓得不晓得？搞啥子？好个了，耍个路的，干什么啊？王瓜的，昏烈体，黑烈的，瞎了你的英子。这两声我到底都耳麻灵灵的，你发疯了是吧你啊？干什么你？
写个花子上给什么给什么？你晓得我是什么人？你什么人？懒得同你讲。哎，我虽是万来有身边的贴身佛子的后腿。哟，好杀人哎呀哟！这还好是有毛病。家长想抽上去来进一光，一个暴露来是不可。认得个王老爷身边的幸福同志叫思琪，我认得你，绝对是个死的。按口说不口错的，从你抵挡那个小狼，上边人就是个嘞。家长晓得历史，你他也是服服帖帖，这个规矩也不违理。这我倒是说，原来是二太爷，方才多有得罪，请二太爷实在。你在见我什么？二太爷。哦，见我二太爷。啊，是。方才你见我见花子对吧？反正我不知道啊，请你别生气。既然你晓得，我晓得。见我二太爷。是。看我的马屁！哎呦，磨皮石头板子上。这个二太爷，请问二太爷这个王公公在哪里啊？王公公，带来王公公，为要问王公公。是。你看，王公公谁？这里。哟，一口干货吧。这个王老爷在里边吧？请二太爷进去通报，是我们哥儿弟兄及王老爷磕头请安领赏。领赏。对，是。对面刮手的也不一个了还玩。领赏，你们谁要进去啊？是。银子打来没有啊？那么你到银子了。这二太爷，我们哥儿弟兄跟王老爷吃饭的。我也吃饭呀。是。饭是打来没有啊？那么你讨饭是个呢？这个二太爷别说笑话。等一等。是。我道理比通病王来一。王来一说记就记，王来一说不记就不记。是。不能啰嗦漏洞。他若啰嗦漏洞，送到你们各队那里。哎呦，各队是搞好这个队呢哇，收你出卖的。是。我们的一两人道理上。哎呀，思琪啊！你还是有点毛病啊，傻家。上吊神仙了，为了怕水把这卡我。让你呀！我来他那个上去干嘛？别死在。啥个表示还是讨银子的啊？不对个呀！我们呢？那狗血人瓜心里想顶恨的少年。那个上都说他个顶恨嘛，嫌多找个老丢死，口就知道咬他一块牛嘛。对呀，咬他一块牛。我看们来哈哈介绍里谁都这么挑是搞顶哈个汉人。思想那样帮你是害我的。帮你是害我啊！你冤枉对啥人了？啥人啦？哟，还是个家长寻出来寻来的。寻啊，他做啥？寻来去上能走过的。哎呀，还是要么死他子泥王的那破骨啊！哎呀，都干这个那这个都，总之后头准时攻了，到那么办呢？出去这过噻。真的？真的？是些哎，侬把分的心开心啊！东家公兄弟光我心多少个开心？是你帮俺家出去的？你要少听李子姐了。那个看我们像个李子脚啊！哎，思想啊，嫌多家伙老娘家这个人啊，害得了放飞的噶。哎，叫杀的人来救的人啊。对，那个晓得你现在要帮俺家出来做官，所以个人把个的家当特地叫你来批噶。那么是这个带谁的去了？还是个家家让我的妈妈今天来要磕头了。今俺家磕头呀？人要20个的啦。哎呀，你说那个地浪发亮抢了关，头没凳子啊，不一。哪路的50上路子？来去吧，飞出来等个上班。官家吃走你就要上班啦。哦哟，这个不是国日班嘞。首也是帮你登记。晓得医生嘛？不到，往这板上一蹬。等一下，你稍微省气点啊！稍微手里面微一微，当着你微笑。那当俺家请你到进来哈。不对，那个来要是个请进来着，手里都进来。手里都进来。俺家手里都进在外里都拉进泥光。那个家里都在跟那个呀。哎，俺家讨饭讨得饿死的。把的温室出来。要活龙香的，神奇的。那么事情俺家试试看啊。走之过要有点不怕的。对个。来呀！在。当俺家手里都进来。你那生日子来都跟不起来个呢。三日不能吃呀，活龙想不出哪里呀？都跟我啥子呀？你3位把的温室啊，晓得啊。仔细回答老师们。
可是二太爷，我带了一笔通病来，挖来一件，你们带了一笔花厅之难，一个，下去。哎呦，我就刚好帮李湘有花厅，哎，李湘等娘了还是我这个进去，走，好。你都说看，我们20个狗日弟兄一起进去。你带进去到啊？花厅去老一磕头吃。我听了要割腿可割。你一个人要磕腿啊？不来， 8个，不行，4个，不来是太多，2个，只好2个，好，2个属于2个，一商量嘛就派2个代表，这个老爷在哪里啊？老爷在这里。哦哟，你看个老爷多了一只蟠螂，再姑娘活生狗这样一抓，不乖个，你总归是老爷你跟你个，搿点规矩也不理啊，这恭喜老爷，胡写老爷。嘿嘿，出光前先昂头2个家长跑落到来请安，王氏虚呀，为得水忙家楼，哎呀，我家当上你2位老爸爸在我个口里不够当个单独围开这个对象。呀！哎呀你呀，没拿酒就跟着开头呢。哎呀，根本你都是俺客气嘛要围开的，那么再说你到客头领赏，我家上不出么大，你都围开的么2副来起呀。哦哟，你到门开进了里，用不着给啥子人，你不理都么老太子喂。晓得。啥了？啊，晓得。哎，家家，三，你到啥时候来啊？咱们是北京下来呀。哦，北京上来路过乐房乖乖。哎呀，不是的，老爷，京城里下来。哦，你到京城里好来。对。从啥人之名来的？胡国军是。后头真是想得来的。想不了，这。还是姓俺家。对。说要弄错啊，俺家姓王，叫王喜王之贵。对。从前开过典当，现在么搿边的讨饭的。哎，对。是个了。哎，对。到啥人好去？到湖南呐。到豪南。对。去做啥官啊？做通判。灯泡晓得懂得。体育世家的灯才归俺家管的。随便吧，是。哎呀，那么咱那个那个老爷是俺们那还伤人呢。不要紧。咱们官带也带得来了。你到官带带得来个？不是。啥个官呢？这个官带就是纱毛红袍。哦，纱毛红袍。哎呀，那么老爸爸想让你假扮那个家家家下不了，见我来不叫不理咋看？我的进来在咋不？请老爷高升。晓得。你到抬出去啊？是。你到扒了。好。就扒了地上还扒了。好，地上一把2个家将熬头去。是呀。你呀？还是那做梦呀？我是做梦。想不到你真找这个人呀。是呀。不让对吧？来吧。就让盖来包胖起他，索马一打，大索马被他扎盲筋，这么等样。现在是对方像西叉口一样，嘚当走啊。那么一件包是那批板呢？李湘要村里多塞口子，现在装好了。你前头一块铺地板，后头一块铺地板，来财神压力一说嘛，随时都塞口子。现在就红包一折嘛，搿张水趴身上去嘛，力道用得太大，草丛呱嗒头，他们2块铺地板落来，哎呀，老爷特弄一件包，都没等样。一把手指，思想。你呀。叫后落平阳白秋气呀。到警察上天呀，那要搞好人的。你要那没上次马上要去做锅菜，那么这干活把嘛空出来，2份再送给我吧。这2只腐薯锅嘛不知人多吧？是呀，做啥呢？做啥？那天上次么我太委婉。说得出个。哎呀，俺家么做官那么是你讨饭，不去哪不来想得出个？哎呀，俺家搿辰光开典当啊，那是小啦。俺家讨饭做比赛么，那是必死。但那动过回来，吃过泡饭，说过当擦不开个。俺家做官么，那就是你他呀。这个下等干。你刚才搿两啥闲话，还是发嗲了，还是啥呢？大家讲一道去呀。现在搿么你家搿么要去上街的？哎呀，倒是搿2只锁骨不说的。天理做不？这锁骨家上讨饭么，浪出浪饭。搿只锁骨啥意思？夜里向困觉么当真的，大家么当家本。不说的。你说不说的呀？你还家将进来，家将到里向，老爷有什么事啊？俺家老爷过几品啊？6品。6品。对。好，一中国第一桩事体是要大义灭亲啊！
啥批现在个？家姐，哎，阿姨上访报道的。长方宝刀？哎，报道。没有长方宝刀，什么宝刀？那是2米宽的家。哦，这是长方宝剑呐。啊，俺个飞机叫长方宝刀。哎，长方宝剑。啊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现在没有。将来会有的。啊，将来有。那么家长说呢？这是外头门起来了，那是老鸭上方宝刀有2拨的了。干什么这么说？为啥呢？老子单独讲。老鸭要去寻到一个冤家。哦，老爷有个冤家。那好啊，老爷，您的冤家就是咱们的冤家。黑个，你多忠心的，俺家有家谁人都有家。对。而且这个冤家啥人？是谁呀？是老鸭的阿狗。是一只狗。不对个，阿狗。什么狗？哎呀，老鸭的姑姑。啊，你的哥哥。哎。怎么了？哎呀，高家头开地当啊，家当300枚为富不仁啊。放在老鸭家盘州的没办法，困在高后帮里背假死人啊，把你看出只拉拉2斤耳光，还现在做老鸭的耳帮不是瞎靠一跑。对。这个是触犯大明法律第368条啊。现在要去寻找你。好啊。好的。你都要帮老鸭的忙啊。帮忙。晓得。好，王氏一走过，那么要到洞房里兴师问罪，好道听。